斜的你比较好咬下去，对对对。主持人乐口令台顶的参赛者斗阵食甘蔗，要比虾米人食较紧，加白糖加水，最后加入乌糖。大小朋友斗阵动手做碰糖，另外还佫有糖路的小模型，予大小朋友斗阵来猜画。这是关庙青文化协会所举办的制糖业文化成果发表，现场相当热烈。主要是要让大家回忆甚至是了解早期关庙当初呢，在这边的产业呢是以甘蔗为主。那甘蔗呢是台湾制糖的重要原料。那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慢慢的再回复、再接触这些制糖业的一些文化记忆。关庙早期嘛咧制糖，协会以关庙制糖业文化做社造计为主轴，进行相关推广教育，嘛得到文化局的经费补助。大团体生日快乐！大小朋友嘛用红菇粿摆成354利用，庆祝伫明帝时期的水利设施大潭陂生日快乐。大潭陂它在明郑时期就已经开辟，那它当时叫做碧依潭。那它原本它是民间去开垦出来的陂塘，不过在清代的时候，他们都会有一些民间的纷争。所以民间纷争后来都会变成收为说让官方来接手去管理它。那糖业文化事实上在这一部分，在关庙有发现有一些遗址所以他利用这个机会来说明。透过在地团体文史工作者整理出的历史资料，让关庙地区的故事会当传传落去，嘛让大家知影东门城外的历史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